包佛幾好啊！哇，有啲油咁貴，咁009啦，明星同款啦。黐線咩70幾萬喎，5折啦，5折我考慮下。你咪話我又真係可以幫到你喎。咁都有，哇！所以我幾時都話睇得 B Auto 自然有質素。今期揀車有路數，我哋就嚟帶大家睇下呢架 BAW M8 EV 啦。耶！呢部車我真係見過喺內地啊，呢台車已經係好多豪華旅行團嘅指定用車嚟嘅，尤其係喺雲南新疆啲靚景嘅地方。今日終於有機會可以驗一驗貨，睇下佢係咪真係咁正。最緊要係咧，我哋今日要做一個測試，嚟睇下佢呢個特大空間，坐滿人載滿嘢嘅情況之下咧，呢架車仲可唔可以坐得咁舒服咧？第一眼望落去，呢部車真係非常之大部。你睇呢個車身長度，齋擺喺度啊，就已經好有氣勢。再望埋個車頭，幾豪華幾殺食嘅喎。而且咧，呢架車咧，佢仲配埋呢個雙邊嘅電動側滑門嘅。咁喺香港呢啲地方咧，其實都係幾方便㗎。尤其係你屋企有老人家啦，有小朋友嘅話咧，就非常之好。嗱，仲有咧，佢仲有個細節㗎，就係佢呢個扶手，佢係又大又實淨嘅，咁都係一個加分項嚟嘅，比較方便你上落車啦。好啦，重頭戲嚟啦，我哋直接上車。首先睇下第二排，大家最關心嘅老闆位先。哇！呢個空間真係冇得輸啊！睇我張凳都就嚟調到最前啦，隻腳仲有咁多位剩。而且佢呢個係一個獨立嘅寬車真皮航空座椅嚟嘅，佢唔單止有埋前排嘅通風啦、加熱啦、按摩功能啦，而且佢仲有埋呢個腳托，仲有佢係可以調整你嘅呢個橫向空間距離嘅。對於一啲平時家庭長途旅行啦，仲有或者係商務出行啦，都可以講一個加分項㗎。坐落咧個空間係真係夠晒闊落，嗱視野又開揚喎，即係唔怪之得咁多景區啊，都將佢作為一個指定用車啦。好多人買 MPV 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會擔心一個問題，就係第三排係多士嚟嘅。依家鹹魚你不妨去第三排體驗一下。其實 OK 喎，你睇我腳位前面個空間大到第三排喎，好誇張啊！而且咧佢個坐墊位置又夠高，大髀都有承托，其實長時間坐喺度啊，都唔會覺得唔舒服。係啦，呢個就係 M8 EV 佢最殺食嘅地方，佢係真係一個全場景嘅設計嚟嘅。嗱，無論係坐人啦，或者係載物啦，佢嘅空間使用率都係非常之高㗎。但係坐滿7個喎，個載物空間大極有限啦，係嘛？嗱，説話就唔係咁樣講嘅，我哋過嚟睇一下啦。既然係豪華團嘅專用車啦，肯定就要坐滿7個人，就要帶埋7個人嘅行李。咁今日我哋就嚟模擬一下，佢可唔可以喺坐滿7個人嘅情況下咧，裝晒7個人嘅行李啦？嚟，先擺2個大篋先。嗱，由此可見，呢部車擺滿晒7個人嘅行李都係完全夠嘅。而且如果喺你唔需要坐第三排嘅人嘅時候咧，佢第三排嘅佢嘅靠背係可以按4:6嘅比例折疊前移，咁就可以騰出更加大嘅空間，半碌都夠啊！即係換句話講啊，一家大細全員出馬，帶埋晒手信、露營裝備，綽綽有餘啊！而且呢架車咧，佢嘅純電續航里程仲有505公里嘅，可以講話你喺香港揸到去廣州再翻嚟啊，都唔需要去叉電㗎。經過我哋啱啱嘅體驗咧，呢架 BAW M8 佢嘅空間真係冇得彈，尤其係佢嘅第三排喺依家香港賣緊嘅 MPV 裏邊咧，係數一數二咁舒服㗎，非常之認同啊！而我個人咧就更加中意中排有按摩嘅功能。喂，呢個價位啊，真係邊度揾啊？講到呢個價位咧，我哋啱啱拍嘅呢架 Premium 版，佢有咁高嘅配置，佢目前嘅早鳥優惠價都只係389900起嘅啫。如果你話你唔需要啲咁多花神嘅嘢嘅話咧，你亦都可以考慮一下。佢嘅價錢咧就只需要369900起嘅啫，唔到40萬可以買到咁大部純電嘅 MPV 喎，真係非常之抵㗎。冇錯，如果大家係需要商務出差或者係家庭出遊，想要買一架大空間電動嘅 MPV 嘅話咧，咁你就要記得嚟元朗或者啟德嘅 BAW 體驗店嚟預約試揸啦。